新年快樂啊！又嚟睇下我爸爸同你哋分享咩玩具啦。2004年，Bandai《聖鬥士星矢聖衣大系》DVD 同捆版初回限定，射手座星矢。喺2004年，《聖鬥士星矢》嘅動畫 DVD 重新推出發售，同時同捆發售咗呢種黃金版伍小強新生聖衣。除咗呢5隻黃金青銅以外，當時期亦都推出咗呢隻初回生產限定嘅射手座星矢。入邊用嘅係聖衣大系新生天馬座星矢嘅素體，同埋黃金聖鬥士射手座嘅聖衣，可以俾我哋再現打波彩冬嗰一幕，星矢着上射手座黃金聖衣之後嘅樣。同樣都算係04年復刻版嘅聖衣大系玩具。DVD 同捆版嘅呢幾款，比04港版復刻版嘅質量要好。聖衣表面嘅塗裝並冇咁容易爆漆啊！呢個咁嘅樣，又唔知係幾多人嘅童年回憶呢？咁今期嘅分享就先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悲しみよ